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微動新聞。今晚節我哋要講述一單剛剛發生喺東京嘅突發事件。這件事喺2026年2月22日晚間8點20分左右突發，令到呢座高634米嘅世界最高自立式電波塔東京晴空塔變成咗全城焦點。事件令20位乘客一度被困半空，約1200名遊客短暫滯留塔頂，最終全員安全獲救。雖然冇人傷亡，但過程驚險萬分，令人不得不思考高層建築安全嘅潛在風險同防護措施。東京晴空塔位於東京都麥田區壓上，係日本最具標誌性嘅觀光地標，每年吸引數百萬本地同外國遊客前來欣賞東京全景。塔內裝備咗4部高速電梯，專門負責連接地面4樓入口層同350米高嘅天望甲板展望台。呢個展望台係塔嘅核心區域，採用超過5米高嘅超大型落地玻璃窗，提供360度無死角視野，最遠視線可達70公里，包括東京鐵塔、東京灣、新宿天際線，甚至天氣好嘅時候遠眺富士山。電梯系統由東芝製造，每分鐘速度達600米，只需50秒就到達頂部，每次限載40人，平時運作極為順暢可靠。當晚8點20分左右，一部由天望甲板向下行駛嘅載客電梯突然急速下墜幾秒鐘，乘客感覺車廂失控，心臟猛跳。之後電梯觸發安全機制，緊急剎停，停留喺距離地面約30米高處。車廂內有20位乘客受困，當中包括2位兒童。有人事後回憶話，感覺像坐過山車一樣，急速下降後猛然停住，驚魂未定，差點以為會墜落地面。塔方東寶塔晴空塔公司即時確認情況，而另一部電梯當時係空車狀態，同樣受到影響。剩餘2部電梯為確保安全，亦短暫停運檢查約1小時。事故發生後，塔內350米天望甲板同更高450米天望回廊一度有約1200位遊客短暫滯留，他們需要等候剩餘電梯恢復運作，先至可以分批下塔。雖然冇生命危險，但喺夜晚及高空中等待1至2.5小時，氣氛極度壓抑。有人形容現場排起長龍，燈光昏暗，大家心情都非常沉重。事故通報後，東京消防廳同警視廳迅速出動，大批消防車、救護車、警車趕到塔底，現場燈光閃爍，氣氛緊張。救援隊員穿戴專業裝備，進入塔內評估狀況。由於故障電梯停喺30米高處，無法直接開門，佢哋利用鄰近正常運作電梯橫向接近，開啟側面緊急門，將乘客逐個轉移到安全位置。整個救出過程井然有序，從凌晨1點45分開始到2點02分結束，只用咗18分鐘就將全部20人成功救出。總體從事故發生到全員獲救，大約用咗5個半小時。期間，塔方同救援單位保持緊密協調，確保冇任何2次風險發生。慶幸嘅係冇任何人受傷或出現身體不適，包括嗰2位小朋友都安然無恙。事故原因目前官方尚未公布正式結論。東寶塔晴空塔公司表示，包括強風影響在內，正調查原因。警視廳本所處正詳細檢查電梯機械記錄、乘客陳述同現場狀況。當晚，東京23區發出強風注意報，風力明顯偏大。現場一位來自大阪嘅40多歲女性遊客講，佢喺4樓排隊準備上展望台時，聽到塔內廣播，清楚宣布因強風導致電梯停止運行，目前正在進行檢查。佢原本以為只係短暫停運，等咗約1小時後決定放棄離開。之後從新聞得知，原來有人被困，直呼感覺很可怕，唔想再搭了。本來佢好期待，結果好失望。呢段廣播內容被多家日本媒體引用，反映塔方初步將強風視為可能誘因之一。晴空塔電梯系統裝有風力感應器同地震偵測裝置，設計上喺強風或震動時會自動減速、剎停或鎖定，防止車廂過度搖晃或失控。過去亦有先例，例如2012年開幕日風速超過15米每秒時，塔方主動停運電梯避免風險。今次雖然出現急速下墜後剎停，但安全機制明顯發揮咗關鍵作用，避免咗更嚴重後果。
東武塔、晴空塔公司同警視廳正詳細調查事故原因，包括電梯、機械記錄同當晚天氣狀況，目前尚未有正式結論公佈。事件曝光後，網上反應極速爆發，尤其喺 X 平台同日本本地討論區，網民第一時間多數表達擔心同祈福。有人轉發塔底緊急車輛雲集嘅照片，場面緊張。一位東京本地網民話：剛路過見到好多消防車，心驚膽跳，希望裡面嘅人快啲救出。另一位分享展望台排隊等待電梯嘅影片，話等咗超過1小時先落得嚟，感覺好無助，但至少冇傷亡，算係不幸中嘅大幸。有網民讚揚救援專業，話東京消防廳同警視廳反應迅速，處理有序，幸好冇人傷亡。日本應急系統真係一流。亦有人特別心痛細路被困，話2個小朋友困喺30米高空，父母一定驚到死，幸好圓滿結局。但亦有批評嘅聲音，話作為國家級地標，電梯點解會突然急停？調查要公開透明。一位工程背景網民分析，安全停車係正常機制，但如果機械或感應器問題，就要徹底檢查，避免再發生。總體網民意見偏向正面，一方面肯定救援團隊嘅專業同高效，另一方面希望塔方吸取教訓，提升公眾信心。少數負面留言擔心旅遊影響，有人話以後帶細路去都要睇天氣，強風日就會避開。但多數人認同日本安全標準高，呢單事唔會動搖晴空塔吸引力。呢類討論反映咗公眾對高層建築安全嘅高度關注，大家唔單止關心事件本身，仲延伸到更廣闊嘅防災議題，例如高塔喺惡劣天氣下嘅應對能力、機械系統嘅定期維護，以及遊客自身嘅安全意識。呢單事故反映現代高塔建築面對嘅挑戰。東京作為地震多發地區同處於颱風路徑上嘅城市，晴空塔從設計階段就融入頂尖防災科技，例如中央深柱制震系統，源自傳統日本5重塔概念。中央混凝土深柱同外塔分離，可以減低風力同地震引起嘅震動達40%，確保結構穩定。電梯井亦同外塔分離，喺極端情況下唔會整體受損。塔方定期舉行防災演習，模擬強風或地震下嘅疏散程序，職員熟悉多語言引導同緊急廣播系統。萬一電梯全面故障，塔內設有專用緊急逃生樓梯，從地面直通450米，第2展望台，總級數超過2500級。雖然步行下塔會相當辛苦，但呢個係法定可靠嘅後備逃生途徑。呢類設計確保咗即使喺最壞情況下都可以安全疏散遊客。回顧晴空塔歷史，自2012年落成以來，曾經多次因強風暫停電梯運作，證明系統嘅可靠性。例如開幕當日風速超標時，塔方主動停運，避免潛在風險。之後幾年亦有類似天氣導致短暫停運嘅記錄，但每次都快速恢復，冇造成大規模不便。今次事故雖然涉及急速下墜後剎停，但最終冇釀成災難，正正顯示咗設計嘅有效性。相比全球其他高塔，例如台北101或杜拜哈利法塔，都曾經遇到過電梯故障，但多數可以快速修復，公眾信心冇受到太大影響。呢單東京晴空塔事件，幸運嘅係冇人員傷亡，成為一個正面例子，提醒大家科技雖然先進，但仍需持續維護同應變能力。呢宗事故帶來啟示，許多人上塔前會忽略天氣因素，但強風或地震係常見風險，建議大家出發前檢查氣象廳預報，避免惡劣天氣上塔。塔方亦可以考慮增加更多安全教育，例如喺入口處播放防災短片，讓遊客了解應急程序。呢樣唔單提升安全意識，仲可以減低事故發生時嘅恐慌。網民討論中，有人分享個人經歷，話上個月去過晴空塔，電梯速度快得驚人，現在回想都覺得慶幸冇遇上事故。佢建議大家上塔時注意天氣應用程式，避開強風日。另外，一位網民從工程視覺分析，話電梯嘅制動系統係多重設計，包括機械、剎車同電子感應。呢單事可能係感應器觸發，但證明咗系統可靠，因為冇真正墜地。亦有網民批評媒體報道，話有些新聞誇大急速下墜嘅程度，導致公眾不必要恐慌，應該等官方調查後再下結論。
總體嚟講，網民意見理性，多數係支持同祈福，少數係質疑管理層。從更廣角度睇，呢單事反映城市化挑戰，高塔增加，安全需求就更高。日本有嚴格法律規定，要求高層設多重逃生途徑，晴空塔樓梯有緊急照明同放送系統。歷史上，日本高塔事故少，但每次都成改善機會。總括嚟講，2026年2月22日晚嘅東京晴空塔電梯事故，從8點20分突發到凌晨2點全員獲救，全程大約5個半小時，20人受困，1200人短暫滯留，卻無一人傷亡。靠專業救援、先進安全設計同高效應變，網民反應顯示公眾重視透明同預防，大家希望塔方公開調查結果，從中吸取經驗，讓呢座象徵現代日本嘅地標繼續安全屹立，為遊客帶來美好回憶，而唔係驚魂一刻。安全永遠係第一位，唔係僥倖得嚟，而係每一步準備同責任。謝謝大家收聽。